昨天我们讲了老挝的地下钱庄，很多朋友给我留言，希望我讲一下那些比高利贷还赚钱的生意。不过，我想还是简单的聊一下，借这些高利息贷款的人一般有哪几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根据我个人的了解，在老挝，中国人借这种高利息贷款的大致分为3类人。第一种人是他们自己有比较好的资源，有比较好的项目，但是没有启动资金，或者说资金不够。我碰到的这种人一般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，至少是曾经辉煌过。比方说云南的徐总，在老挝借了300多万养猪，后来资产超过6000多万。广东的老李借了200多万养罗非鱼，3、5年的时间，在老挝也买了大片的土地，找了一个老挝老婆，生了3个小孩。还有浙江的王总，他们也是借高利息办砖厂，后来砖厂也是做得非常大，甚至有中国人在这边借高利息建商场、开饭店的。如果在老挝待过的朋友，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。当然，肯定也有借高利息创业失败的。接下来我们说第2种人，有些人在老挝很多年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房有车有地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资金比较紧张，就会拿土地出来抵押贷款。这种人一般都会选择比较短期的贷款，一旦经济好转，马上就会还掉贷款。因为这种人，他们如果是没有把握的话，他们是宁愿卖自己的资产，也不会去借高利贷的。这种人很多，我就不去举例说明了，因为有土地有资产也是最具操作性的。第3种人是赌博的人，很多人都知道老挝有正规的赌场，以前是马来西亚人建的，现在被我们中国人收购了。以前我们认识有一位开饭店的老板，也有做物流快递，一度还是生意做得非常大，也赚了不少钱。不过后来他们夫妻2个沉迷赌博，欠了很多的高利贷，最后不得已离开了老挝。从另一个方面，特别是在赌场洗马的老板，他们会经常捡漏。广东的申总，他在赌场里面开了一家洗马公司，有一次一个客户输红了眼，拿了一块地跟他借了500万泰铢，当时差不多110万人民币。他们合同签的是7天内不还清这笔款，土地就归申总所有。可想而知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没有钱还的。后来他们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办好手续，申总也很快1000万泰铢卖了出去，单这块地就赚了110万人民币。记得我刚来老挝的时候，去拜访过很多这边做得比较好的老板，我当时也跟现在很多没有来过老挝的人，或是刚来老挝的人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很多朋友直接告诉我，来老挝只要你不吸毒、不赌博，老老实实的做一件事情，亏本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。当然，那种被骗的情况除外，尤其是有些人在网上看到什么招工信息，说这边有多高的工资可以过来上班，这基本都是那些电信诈骗团伙他们干的事情。我一直都在说，如果你没有特殊的技术专长，一定不要想着来老挝打工上班。有人说我会开大货车，就算开大客车，在老挝都不能算技术专长了。不管是语言、道路还是警察查车，中国人都是完全没有优势的。而且找老挝本地人工资非常低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。早上 tuần sau， 中午 tuần suối， 下午 tuần lên， 你好 สบายดี， 谢谢 ขอบใจ， 再见 拜ก่อน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明天见。